係啦，嚟到2026年7月20號呢一節星期一嘅荷蘭網頻道同原工業頻道聯合廣播同大家見面啦。嗱，今日咧主要講伊拉克啊，咁啊真係打開咗地獄之門。呢個地獄之門咧，基本上係由革命衛隊同埋神權政權係佢哋邀請美國打開嘅，因為上個月停火備忘錄停咗之後咧，即係開始咗之後咧，咁伊朗咧就係周身痕就得閒。就射下海峽、荷姆茲海峽嗰啲商用船隻，包括啲貨櫃船同埋運油船。咁呢啲係咪叫做周身痕鬧打咧？呢啲唔係鬧打咧，就梗係挑釁。如果唔係挑釁咧，就梗係情有獨鍾啊！對地獄之門，因為特朗普一路都講，你係咁搞落去咧，我就同你打開地獄之門，即係打炸到你飛起。咁啊，真係啊！7月19號咧，美國咧就炸咗一個靠近伊拉克邊境伊朗一座興建中嘅叫做達克霍文，叫做 Darkhofen Nuclear Plant 一個核電站。呢個核電站啊，當然係所以即係用核子發電嘅發電站啦。咁啊，另外咧，伊朗啊即刻又喺海峽嗰度又炸兩艘船。咁即係話炸發電廠，而家炸咗第一座核電廠，跟住可以炸其他嗰啲正規嘅發電廠。咁事實上喺過去嘅週末，Elma 已經炸緊橋梁，炸緊啲交通運輸嘅設施，係啦，發電廠又炸緊，即係啲物流啊，尤其是海峽最大嗰個阿巴斯港，切斷晒佢周圍嗰啲交通路線、隧道、橋梁。喂，呢個地獄之門，伊朗求人得人喎，Elma 係嘛？國語叫做欠揍啊！即係揍，即係打，即係欠啊，爭打。廣東話叫做五行欠咩？欠打一樣。真係服，唔係呢班人冥頑不靈啊！我睇落咧冇噶啦，呢啲唔消滅佢啊！佢永遠都唔會投降啊！你卒之咁樣逼佢，越逼佢就越固執，係咁樣嘅。佢啲信念啊，有咁長嘅信念，將來共產黨都一樣噶，中國共產黨都一模一樣噶。呢班冥頑不靈嘅人，你真係要唯一就係消滅佢。咁咪去到呢個程度咧？你諗下呢班人殺咗差唔多幾個禮拜，殺咗成4萬幾人喎！呢班根本就兇手嚟嘅。你再唔趁呢個機會咧，就做低佢哋，咁啊天下太平啦！我睇咧差唔多嗱，我睇喺伊朗嗰啲所謂真係有膽嘅可以出嚟抗爭嘅人咧，基本上4萬幾人好多人噶啦，可以講俾佢殺晒噶啦。所以你唔見啲人出嚟啊，係嘛？你諗下，我哋香港拉幾十人、幾百人已經不得了，講緊4萬幾人喎，真係不得了啊嘛！所以基本上真係有膽出嚟嗰啲人冇晒。咁而家咧真係，而家應該就用呢個機會咧，就劏晒呢班人啊！咁就等佢有天下太平。嗱，呢種咁樣，伊朗喺今年年初咧，即係嗰個鎮壓反政府示威嗰啲人士咧，即係或者反對派咧。係咁啊，類似好似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一樣啊，大屠殺嚟噶係嘛？係啊，唔係北都冇咁多人啊嘛，北京都冇死咁多人啊嘛。你講緊死4萬幾人喎，佢話全部揾啲狙擊手喎，一槍就咁打死嘅喎。喺路上啊，揸住電話出嚟啊，就咁樣打死。咁你話咧，即係基本上咧清咗噶啦。北京我估嗰陣時都係幾千人啫，最多係1萬人到嘅啫。即係清場嗰陣時啊，我估係最多1萬人。而家打死咗佢，而且1萬人唔係死晒喎，1萬人只不過係死嘅人可能係一部分嚟嘅啫。但係佢呢次死4萬幾人係天文數字嚟㗎，哇！呢個真係好殘忍，所以唔好理啦，唔好講咁多嘢，唔好係咁就入去。不過我睇咧，多數都要有人落地噶啦，即係唔落地下唔得噶啦。睇下邊個就邊個肯落地，點解？美國唔落，就算你落啊，即係最後炸到佢真係冇理由，真係落地都係應該有咁嘅必要啊。落地我估係最初都可能係第一佔據海峽啦，第一佔島啦，
最可能就係嗰個石油島、哈格島，或者係海峽嗰個最大嗰個島啊，即係握住靠近伊朗個航母之後咧，咪有個大島嘅 Q 字頭嘅大島啊，咁啊呢個形勢咧就去到即係冇彎轉啦，已經特朗普已經唔能夠再相信呢班神棍啊傾啊，因為佢哋傾咧其實就係中共嗰隻談談打打，根本就想拖死美國啊！咁啊美國而家就亦都係炸嗰啲發電廠啊、交通基建啊，切斷呢個伊朗嘅一啲物流啊，可以話物流同埋軍事嘅物料。即係去到海峽，特別海峽嗰邊。咁啊，另一方面咧，亦都對石油嗰度重新制裁已經講咗啦。咁海外資產繼續凍結。亦都係其他國家而家就慘啦，係約旦、科威特、呢個阿聯酋等呢啲國家咧，而家就係不斷受到伊朗嘅導彈攻擊同無人機。喺呢一個約旦嘅美軍基地有個基地已經俾佢就導彈打咗4次，咁喺過去嘅週末咧就打中咗，再次打中咗，咁有2個美軍就當場炸死，一個咧就係失蹤，據失蹤嘅美軍嗰個遺骸咧都揾到，咁而家驗緊 DNA， 估計咧嗰度至少有3個美軍就炸死，真係唔好彩。喺週末咧，喺伊拉克有個美軍係將離襲嘅啲伊朗嘅無人機即係打咗落嚟，咁去做安全拆彈嗰陣時咧，就嘣一聲就炸死咗。咁就而家就估計應該剛剛週末有4個美軍即係陣亡。喺咁嘅情況之下，加埋伊朗而家似乎就想搞成一個地區嘅戰爭，起碼對佢鄰近國家咧。就揾佢哋做熱氣袋，即係美國本土打唔到嘛，就打呢啲。咁你覺得會唔會變成一個局部嘅地區戰爭咧？佢而家懷疑咧，中共最近咧就供應咗啲導彈嘅嗰個精準嗰個問題啊，精準射擊嗰個問題，所以咧佢就可以北斗系統，所以佢就可以造成咁多破壞。即係開頭一路都冇嘢發生嘅，點解呢排可以俾佢破壞到咧？就係佢個導彈個精準度準確度咧就好咗，唔知點解早知就係話就有可能係中國嗰邊嘅供應嘅。咁呢個問題咧，我睇美國就今次一定要清佢噶啦。清到第10日啦，係咪炸咗第10日啦？第10日啦，係啊，一日一輪咁炸，真係犀利，真係真係我睇咗冇得剩啊！個橋梁啲橋真係炸咗之後開唔翻嘅，好排都開唔翻。咁呢個成個國家就等救濟噶啦。咁佢都好，呢個俾呢個壓力俾呢個革命護衛隊，咁跟住咧就卒之咧。美國呢啲嘢就冇問題嘅，卒之美國咁多直升機，卒之就救佢係救到嘅，就睇佢，但係一定要個革命護衛隊一定消滅咗，唔消滅唔得。革命護衛隊唔怕你消滅喎，佢哋好似老鼠捐地洞，佢捐晒落去隧道，佢啲導彈就藏晒喺個地下嗰啲花崗岩底下嗰啲地下城，咁所以你有張良計，佢有老鼠洞喎。Elma 點搞啊？以色列佢哋有辦法噶啦，即係淨灌水灌油咁灌到佢班友出嚟，即係老鼠咁啊！真係你喺加薩嗰度後嚟真係灌水啊，即係將海水引入去啊！灌水灌油仲勁啊！灌咗油之後點着佢仲犀利添啊！係要對呢班人係要咁樣，冇第二條計啊！哎呀，真係冇得仁慈啊！嗱，講起神棍咧，同埋革命衛隊呢個 IRGC 咧，實情咧 IRGC 係美國定性咗係國際恐怖組織嚟嘅。係聯合國都係。咁講到恐怖分子咧，美國即係特朗普政府唔知即係嗰啲軍師咁好嘢，抄到1996年克林頓時期通過咗，而又從來都冇用過一條法律呢條法律咧就係其實就反恐怖主義、反恐怖分子嘅。佢個名咧叫做 Alien Terrorist Removal Court，
一個外國恐怖分子驅逐法院簡稱 ATRC 咁7月15號即係過去嘅週末咧，即係上個禮拜仲係辦公時間咧，美國已經將呢個要趕走嘅喺美國嘅外國恐怖分子送入咗呢個法院。而家法院就睇緊啲文件，而家就補充緊啲文件佢係要經過法院，但係唔會公開呢啲資料。但係呢個係特殊法院嚟嘅，呢個特殊法院嚟嘅。冇錯唔係普通法院，速戰速決嗰啲法院嚟嘅。冇錯，30年前呢個法院成立咗，未開過章，未審過，未曾發過試。今年7月15號第一次發試，就好奇特話有條咁樣嘅法，外國恐怖分子驅逐法院，咁真係有法官喺度嘅，而家噏不出嗰啲名嘅，即係呢個法官即係30年等到而家頭髮都白埋先至開工，第一次用咧，咁佢咧就係話要有啲資料要補充，叫美國咧就係要提供，咁而家有個首席法官睇嚟係一位女法官嚟嘅，叫做 Joanne Erickson，喺7月16號舉行一個秘密聽證會。呢個法院唔係公開嘅係同美國政府同佢丟嘅啫。咁秘密聽證之後咧，對政府提出嘅指控關聯性就存有疑問，下令要求司法部喺周三7月22號前提供更深思熟慮嘅申請同埋詳細資料。咁即係話仲未曾出現第一單即時遞解驅逐呢班恐怖分子嘅案例，但係 case 喺個即係 ATRC 嗰度啦，Alien Terrorist，Alien 即係喺美國嘅語境，即係話外國，外國人係啦，外國人。佢如果連埋親戚都親戚都有權判咪，即刻叫佢走喎，即刻可以趕走佢，即係親屬一家趕走。咁呢個嘅第一單法事嘅係咩人咧？咁而家未知，估計喺呢個時勢咧，同伊朗或者係相關嘅人士嘅機會好大。其實咧，美國要動用呢啲趕走呢啲即係外國即係嫌疑人士、犯罪分子，好多法嘅。但係呢條法咧就針對啲外國嘅恐怖分子咧，就30年都冇用過，都好奇特。即係美國好多呢啲工具箱即係得閒查都好多。甚至呢美國咩出生權嗰啲咧 birthright 嗰啲，有啲可以炒翻100幾200年前嗰啲法例都未用過嘅，都而家都可以用翻嘅。有啲係個案，有啲係 case 啦。咁我係諗起中共而家咪俾美國參議院咪定性係犯罪組織嘅。如果過埋眾議院，哇！咁呢個法院就好唔得閒咯。喺美國呢排睇到美國一系列嘅眾議院又定咗中國犯罪組織，跟住喺盧比奧又揾咗61個國家係咪嚟開會，又係針對呢啲咁嘅恐怖分子喎，又係針對嗰啲左派恐怖分子，左派恐怖分子都係啦，但係都係講到最後都可以引用呢條法例嘅，變咗即係話而家Trump即係大面積咁嚟對付嗰啲所謂用嗰啲恐怖運動，所以呢個紐約市長又係你睇到好多人而家開始即係左派民主黨嘅極左嗰啲人咧，專門開始喊打喊殺啦，又話要代替成日所有警察又話要代替總統代替參議員呢班人咧將來都會同樣被處理。係咁。如果你入咗美籍咧，就唔識用嘅。入咗美籍就唔識用你係一啲外國即係話你自己仲未曾攞到美國公民身份仲係綠卡，咁當你外國人啊嘛咁所以已經變成咗美國公民嗰啲咧就係國內法嚟噶啦咁而家咁樣嘅形勢咧，即係開始抄啲工具箱嗰啲即係絕招咁對中共嚟講，而家喺潛伏喺美國嗰啲間諜恐怖分子即係你可以諗係非常之多即係多到通街走唔係，如果你定咗中國共產黨作為嗰個非法組織嘅話咧，
佢嗰啲人係黨員，你就可以拉噶啦。你就越用呢條法律，佢係黨員即係潛伏喺美國嘅黨員啊，個個都係噶嘛。如果同政府做嘢嗰啲，咪拉人咯，拉人封艇就係要唔係。我估佢乜都要引用。佢阿盧比奧今次開得呢啲會啊，咁阿 Trump 咧就通知嗰個眾議院啊，即係專門係通知佢哋，要佢即係叫佢執行咧。就係要加強嗰啲法律啦，可能仲要修改啦，我哋可能仲要加多啲嘢咁多，即係話咧，阿 Trump 諗住咧喺國內大搞啊，唔係淨喺國際，國內對嗰班左派啲人大搞一輪，呢個都係好事嚟嘅。如果唔係咧，同佢客客氣氣，如果單嘢要審啊，有排搞。冇錯，咁又可以話呢一個外國恐怖分子嘅一個法庭咧，咁係叫做簡易審訊，即係唔係正常普通嘅法庭，即係類似半軍事法庭咁樣，即係對付恐怖分子嘛。分分鐘冇得上訴嘅，冇啊，一過咗就即走，即刻上飛機嘅。即走。呢個咧就對中共潛伏喺美國嘅 agent 或者代理人非法嗰隻啦，係好大嘅威脅，係嘛？即係因為佢哋化身咗好多身份，有學術研究啦，有博士後啦，有好多甚至解放軍，即係喺入境時冇申報佢係解放軍，亦都冇誠實咁樣講自己係中共黨員。咁美國只要揾到佢哋喺美國犯罪嘅罪證，或者係佢哋嘅組織聯繫，即係當然有好多 intercept 嗰啲，即係竊聽嗰啲咁嘅資料。咁就即係對於中共發出一個信號。尤其是上個禮拜先講，喂，你2020年話你偷晒我哋啲選民全美選民嘅資料，咁你梗係喺美國入邊有好多代理人，好多人幫你手做呢啲網上抄擾嘅工作，然後跟住攞到嗰啲數碼資料之後咧，咁喂，你寄嗰啲無牌嗰啲叫假駕照喺美國你都有人收先得噶。咁收嗰啲咪即係佢嗰啲代理人咯，非法代理人咯。咁形勢似乎嗰個組合拳係出緊嘅咯，而家Elmer 對中共阿 Trump 做嘢咧就好，即係計劃周詳嘅。佢呢啲正宗嘅美國你睇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登陸諾曼第嗰種，你話做幾多準備工作，佢哋做足嘅。所以而家公布出嚟咧，基本上已經係成熟咗嘅成單嘢。咁今次就真係大搞啦，好事啊，好事啊！如果冇理由嘅，俾人搞到入嚟國內，你話同外國打仗都話咁，直情國內俾人滲透晒，滲透到離晒大譜添。你諗下嗰陣時話咩？由墨西哥上嚟都有好多啊嘛，嗰啲軍人嚟嘅根本就係。講起恐怖分子，另外仲有美國 FF 簽證而家開始搞逐客令，F1 簽證今日啲綠卡要攞10萬蚊美金做保證金嗰啲呢下嘢又好攞命喎！對中共去美國嗰啲留學生或者係落美國做嘢嗰啲人咧，嗰啲 F1 J1 歐埋你好似熟啲係嘛？呢方面嗰啲咧，佢今次阿 Trump 上第二任至開始公布話10萬蚊一個嘅啫。以前咧，你讀完大學咧，如果有公司收留你就話你喺度受訓呢樣嗰樣咧，好低人工嘅。咁就叫住做 H1B 嘛，嗰啲叫 H1B， 就可以留一段時間咧，卒之咧幾年之後咧就可以搞個身份，搞綠卡。再由綠卡就變公民咁樣嘅。以前咧呢條係路嚟嘅，但係而家咧睇落咧呢條路都冇啊。所有 H1B 包括嗰啲咧今次好似話微軟嗰啲又話申請幾千人喎，炒咗幾千本地人咧，即係申請翻幾千印度人喎。哇！即係唔得噶，呢啲嘢唔過唔到噶啦。而家個咁嘅氣氛全部過唔到噶啦。係
佢而家嗰個即係中共同埋外國喺美國，即係透過留學，再加個 OPT，再加隻 H1B 到綠卡呢個經典嘅即係留美長期留美之路咧，就開始俾國土安全部去拆咗，開始拆咗。咁啊，10萬蚊美金保證金嗰度就係最辣嘅啦，即係你如果嚟到美國要食美國福利。要領救濟咧，你嗰10萬蚊就等於變相沒收如果你唔食美國福利，到你走嗰時咧，嗰10萬蚊就俾翻你即係呢個就係多數係公司俾嘅，多數係請佢嗰啲公司俾嘅，即係微軟嗰啲大把稅咪俾啲錢俾政府。係啊，國土安全部其實喺16號已經宣布咗7月17號咧就刊登聯邦嘅公佈，9月15號正式生效。即係話 F1 簽證嘅而家就增加嗰個咁樣嘅手續咁總之留美國讀書4年你就要走。讀完書4年，如果你仲未曾完成學業例如要讀到第5年，或者你係即係唔好意思留級，即係讀唔晒，咁你要再次申請第5年就要再次申請，唔可以就咁無限期，因為而家好多美國嗰啲讀書嗰啲人咧，一世都要讀書噶，一年拖一年，一年拖一年。呢個咁樣嘅逐客令咧，就再加埋而家就美伊戰爭咁緊張，對中共咧就開始即係要拆晒中共。去滲透美國嗰啲長腳即係好多嘅手段咁就伊朗喺同美國開拖嗰陣時，但係而家開咗地獄之門啦，伊朗都唔係省油嘅燈，就話再次公布要暗殺特朗普，公布佢嗰啲路線由華府去海湖莊園。華府落紐約去邊度啲路線啦我知道晒啦，仲要喺網上晒出嚟咁就呢下係你覺得係發即係叫打嘴炮抑或係真係伊朗呢班神棍呢班革命衛隊真係想用恐怖手段嚟做總統特朗普嘅世界咧？嗱，嗰啲咩喺膊頭嗰啲咩喺膊頭嗰啲叫做咩嗰啲咩肩托式嘅嗰啲，實際係火箭炮，反導彈，叫火箭炮佢叫火箭炮。嗰啲咧實際咧就係可以打到呢啲普通嘅客機落嚟嘅。但係阿 Trump 嗰架舊嘅嗰架飛機舊嗰架空軍1號咧有反導彈嘅能力即係你打咧，佢可以或者佢用啲其他手段或者要射翻你又好，或者佢用啲叫做decoy，即係等你誤導你嘅佢放啲咁嘅嘢出嚟，干擾導彈，干擾等你射唔中，射咗嗰啲干擾器嗰度，佢有嗰個設備。所以上次咧佢離開 Ankara 即係土耳其嗰陣時咧，就佢特勤部隊一定要佢用呢架。而且咧，以色列收到料以色列收到料咧，話呢班伊朗咧想打低佢飛機，咁佢咧就嗰陣時咧就冇坐嗰架新飛機咧，就鎖翻個舊飛機，唔知喺邊度咧又轉翻架新飛機。喺英國。所以咧就佢成件事就係咁樣過程。咁呢單嘢咧俾紐約時報就洩漏咗，所以而家咧話要告紐約時報洩漏國家機密就你又話佢嗰架飛機咧就冇呢個反導彈嘅功能嘅裝設嘅，即係未做好可能未裝好，咁咧就所以咧今次咧紐約時報正告話要告佢20幾人，話佢而家唔客氣噶啦，而家嗰班係隨軍記者嚟㗎，即係而家要告嗰班嗰班有爆咗出去。爆咗出去，咁呢啲係機密嚟嘅。老實講，你嘅總統都保護唔到，你做咩嘢咁佢呢個，我睇落而家咧，阿 Trump 咧，佢仲有少少，仲有即係希望班友可以投降，就去同佢談判。但呢個嘢咧，真係有啲妄想呢班人，你呢班人冇辦法嘅，呢班人唔係人咁，連嗰班文職人員都係衰人嚟嘅，根本就係。
係嘛？佢哋一個唱紅面，一個唱白臉，根本就係蛇鼠一窩。講真唉， ，47年嘅神棍政權啦，冇道理，人都變鬼啦，鬼都變魔啦，真係。因為等於嗰陣時周恩來係嘛，同阿國共合作啊談判嗰陣時咧，等於周恩來嗰啲位友，哎呀，成班真係，所以美國未見過啲咁嘅嘢嘅。嗱，講起嗰啲特朗普而家俾神棍咧，就話要追殺啦，要天危吓，即係暗殺你吓，要吓你美國咧，你喺美國向南向邊度飛，我哋都知道晒呢啲路線。咁當有人去 double check 佢哋網上發布嗰啲路線，咁啊有啲咧係舊嘅，即係意思即係其實可能喺網上炒出嚟，有啲而家係唔係好準確，但係大致上都知道特朗普飛機飛去莊湖海湖莊園嗰時咧，佢會經過邊度出發啦，咁大致都係啱嘅。咁啊變咗係好明顯伊朗呢班神棍咧係要做特朗普世界咧，就唔係睇嚟都唔係嘴巴講講。事實上而家美國咧，據我哋喺 AI 炒出嚟資料而家真係要靠 AI 我就問佢，究竟美國嘅內閣有幾多人而家住喺軍營或者係軍隊保護嘅 compound？佢話大概4至6個。有佢有噏出嚟噶，唔係口講海培噶。嗱，第一個係盧比奧，盧比奧咧係住喺 Fort McNair 嘅，即係嗰啲將軍宿舍入邊。係。第二，戰爭部長梗係重要啦。嗱，呢個戰爭部長你負責撳掣去開火噶嘛。係。今日住喺一樣同阿盧比奧住喺 Fort McNair。然後跟住咧就係Kristi Noem， 即係國土安全部嘅部長。而家就變咗係前啦。阿諾姆前呢個國土安全部部長，佢係住喺一個叫做 Joint Base Anacostia 波靈我都唔識嗰啲美國地方。另外咧就係呢一個美國嘅Attorney General 係咩邦迪嗰個即係檢察長，司法部長，即係司法部長。司法部長係住喺軍隊嘅即係保護嘅一啲即係宿舍入邊。仲有軍隊嘅 Secretary Dan Driscoll 亦都係住喺軍隊保護嘅宿舍入邊。咁佢自然要住喺啦。嗱，呢個軍隊入邊嘅 secretary 嚟嘅。另外仲有白宮嘅副幕僚長，即係蘇斯嘅係啦嘅助理，叫做 Stephen Miller。嗰個多個助理智囊嚟嘅，呢個智庫嚟嘅呢個。係啊，咁又佢雖然咧就唔係內閣部長。係副幕僚長，但係佢亦都係住喺一啲軍隊保護嘅一啲設施入邊。就即係其他美國紐約時報其他報道6個8個嗰啲，有好多都係即係隨口噏嘅。咁而家啲 AI 就話頭先噏嗰啲咧，係全部都係受軍隊保護嘅一啲高官，去到總統身邊嗰啲高官 ，Stephen Miller 差唔多，即係日日都同老細做 briefing 差唔多代老細攞啲最新消息甚至好似話 Stephen Miller 寫埋稿嘅係嘛，幫老細。嗰個好聰明嘅，嗰個係北歐人嚟嘅。呢個 Miller 係北歐人嚟嘅，佢用 Miller 實際係北歐，好聰明嘅呢個人。係啊，咁即係話而家已經係一個戰爭內閣嚟，等於因為而家你同伊朗開拖咧，咁一定要用翻戰時嘅措施。呢啲特朗普啦，無論佢係喺2024年總統選舉期間幾次俾人暗殺啦，最出名嗰次，亦都第一次就係2024年7月13號嗰次係嘛，喺賓夕法尼亞州畢拿嗰個鎮露天演說嗰度射到個耳仔即係爭就係就神機妙算嗰1秒鐘
個頭一擰去睇一睇嗰啲叫做 PowerPoint 嗰啲其實網上嗰個捉嗰啲 II 嘅一個嗰啲叫做 bar chart 咁另外一頭望一望係讚即係好嘢嗱，我哋捉到幾多 II 咁幾時II 已經減少到即係越嚟越少啦，就個頭側一側望一望，講翻條咩到而家特朗普又變成咗伊朗嘅頭號嘅要暗殺目標。特朗普自己都承認係我係個 hit list 嘅 number one 嘅。佢殺咗咁多人咁，呢個好正常，非常之正常，有來有往啊嘛。不過咧嗱，我最近聽到咧就話咧個副咩叫做咩 Kurds 叫咩副咩特人啊？庫爾德人，係伊朗北部嗰啲庫爾德人，就可能要起動啦。點解咧？就我聽講翻嚟我話完聽翻嚟咧，庫爾德人咧就唔係淨喺伊朗喎，又喺伊拉克又有，敘利亞又有，土耳其又有，所以佢哋咧至少4個國家嘅邊境，至少4個國家。所以今次咧，阿 Trump 咧去土耳其，後嚟咧又見咗敘利亞總統，跟住咧最近喺白宮咧又見咗伊拉克總統，實際就係同佢哋講數即係話咧叫佢哋咧叫佢哋幾個國家咧就配合，就等佢哋伊拉克人咧可以有隊比較犀利嘅軍隊咧，就幫美國落地即係美國唔敢落地，驚死人俾反對派俾民主黨鬧噶嘛，所以咧佢分分鐘我估而家咧。你睇到啱啱嗰4個頭嗰幾個國家咧，佢都見暈啦，就係發動個庫爾德人去正式直情去攻嗰班革命衛隊，你最後都係要同佢打嘅。咁嗰班人係同佢有仇啊嘛，同伊朗伊拉克同咩有仇，咁就可以出兵俾埋武器佢咧，係打得嘅。佢同埋個庫爾德嗰啲女人都打得喎，唔係淨係男人喎。咁我睇咧，佢靠人民咧。老實講，你殺咗佢4萬幾人咧，真係嗰啲人冇人敢出嚟噶啦。但係庫爾德人咧，仲係一個，反而係應該係利用應該有仇恨喺度就最好利用。係一嚟就利用庫爾德人喺伊朗北部起事咧，咁就撩起個民變咁而家已經有零零星星嘅庫爾德族咧，就對付伊朗嗰啲巴斯基民兵同埋革命衛隊，已經喺過去6月嗰陣時咧，一路傳出有呢啲零零星星嘅消息係咪成事咧？現在未知但係現在亦都另一個消息講緊。波斯灣其他鄰國而家就好慘日日都俾伊朗班神棍咧，就係射導彈射無人機火箭嚟一路揾佢哋嚟做泄氣袋打唔到美國本土就揾你哋嚟你哋幫美國有美軍基地嘛而家去到約旦距離伊朗都比較遠嘅約旦就係隔離就係以色列啦嘛，咁佢約旦都射到，即係頭先Elva講啱啦，佢嗰啲遠程導彈嘅精確度咧提高咗，而家準咗好多。話有中共嘅北斗喺度協助緊佢哋又有北斗，同埋個彈頭咧有嗰個所謂可以控制一路嗰個彈頭放喺額杆，一路睇啦嗰個，所以咧變咗咧就美國懷疑咧中國喺度後邊幫佢。嗰陣時都話發現咗幾架打中國嘅貨運機啦，係嘛？喺嗰度出現嗰個貨運，梗係運呢啲軍火啦，唔通運食物咩？你叫中共去運食物去救濟伊朗人真係你又奢求得滯，佢加運啲做導彈嗰啲原料無人機仲有甚至可能現成嘅武器都唔出奇。而家會唔會出現咗波斯灣國家嘅聯軍配合埋庫爾德一南一北去砌伊朗咧？呢個可能佢而家咧波斯灣咧嗰啲油咧好多油運唔出嚟咁就谷住道氣，但係都有而家差唔多咧，而家佢哋計過差唔多有60%度咧可以經啲管道運，同埋咧仲有20%度咧直情搵火車原來有鐵路嘅，一路波斯灣嘅北邊向歐洲嗰個方向原來有鐵路又有公路，
咁啊有陸路咧，當然陸路一統運就梗係慢好多啦。所以有60%咧就行管道，有2%咧就行緊鐵路同埋公路。咁都唔係好實際，就基本上個問題就解決得幾好嘅，唔係咁大鑊啊！冇俾佢封死咗，就算荷爾莫斯真係開唔到咧，都未必係有晒事啊！差唔多有講緊成差唔多70%到咧，7成8成到咧，都喺度出緊貨。係咁啊！另一個變數咧，除咗波斯灣國家聯軍之外咧，以色列都似乎仲未正式落場喎。今次係嘛？係啊。以色列有情報，以色列就係老實講，佢嘅情報真係好有價值。我成日都話啦，以色列猶太人同伊朗人根本一模一樣嘅，所以佢喺裏邊，同埋佢喺嗰度住咗幾千年，差唔多成嗰陣時講緊幾多時啊？講緊你講波斯帝國嗰陣時啊嘛？波斯帝國嗰陣時咧，已經係喺度住噶啦，以色列人，而且我哋中國嗰啲以色列人咧，全部都係經過伊朗入嚟嘅。咁你話咧，佢哋可以撈埋，你真係唔知，佢識埋佢講。嗱，而家你睇個 Fox 有時嗰個叫 Tusi 啊，嗰個記者啊，嗰個人咧就喺猶太人，但係喺以色列出世嘅。Tusi TV 嗰個 Tusi TV 個，佢就係喺伊朗出世嘅猶太人。嗱，如果咁樣睇嚟咧，美國軍隊直接落伊朗本土嘅機率暫時都未見得好高。美國唔使自己落啊，唔敢自己落，唔敢啊，驚真係中期選舉真係玩完你落去。係啊，但係以色列再次入場，再次出手即係最簡便嘅就係搞斬首行動啦。以色列嘅情報摩薩德咧，真係摸下都唔掂啊！咁啊，所以伊朗下一波咧就可能會有啲領導人咧，就包括啲神權政權嗰啲政棍啦，甚至唔排除今次革命衛隊嘅一啲軍事將領。巴斯基民兵嗰啲司令，以至到甚至文人政府嘅阿頭，今次都可能係以色列嘅新一波嘅斬首嘅。而家以色列咧唔做，一做嚇你一驚啊！就係佢而家就將以色列嘅機場呢個本古里安機場咧，就變成咗一個加油站中心，嗰度過百架加油機，美國加油機喺嗰度。上油，然後就飛出去，就支援美軍嘅戰鬥機即係炸呢一個伊朗。第10日都炸完噶啦。咁跟住你計到呢個禮拜咧，仲會炸到月底唔出奇，因為你呢班人即係日日佢仲喺度海峽，仲喺度炸嗰啲伊朗仲喺度炸嗰啲商船，佢仲死性不改。佢話要控制即係海峽啊嘛。Victor 仲有一樣嘢我漏咗講，庫爾德人同美國講嘅條件係咩咧？立國，你一定要俾我air cover， 你明唔明啊？所以點解空中掩護係啦？你要空中掩護我，咁我夠膽打啦。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有空中一齊打就爭好遠噶嘛。咁所以咧佢咧就點解咁多加油機咧？可能美國嗰啲飛機喺上邊咧就控制成個領空，然後咧啲庫爾德人咧就一路攻入去德黑蘭啊，一個去幫佢清場基本上我估咧，肯定咧阿特朗普咧就應承咗佢哋咧，你好好地做咧，將來就可以立國，幫佢立國Trump 咪比較有口齒嘅，同埋話今次話喺伊拉克個總統嚟到咧，攞咗成50億美金走喎。都唔知嗰啲錢係做咩嘅。呢個咁厚相，50億喎，無辜啊，現兜兜50億喎，咁裏邊梗係一部分，我估係益嗰啲即係庫爾德人嘅。我睇落咧，而家咧，即係我真係要搞掂嗰班友咧，真係要落地嘅。咁自己如果你唔落地咧，你比較有組織嘅咧，就係呢班庫爾德人。頭先你講伊拉克總統訪美咧，其實另一個單嘢係大家都忽略咗，就係美國要伊拉克總統你搞掂境內嗰啲真主黨，其實真主黨除咗黎巴嫩之外咧，好大部分就喺伊拉克入邊，特別係巴格達。你記唔記得上一次2020年1月
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阿頭蘇萊曼尼，佢就係就去去巴格達，見去見嗰邊個頭，係啦，就見啦個見佢頭。哋見伊拉克嘅真主黨嘅阿頭，就係要串謀，要搞事嘅。落飛機就俾人斬咗手啦。係啦，佢一落飛機，一離開機場都行唔到幾分鐘，就 MQ9就喺上空放嗰隻用刀片嘅炸彈精準，即係斬咗手。嗰次係嚇到全世界，哇！真係準到司機都冇死係咪？係啊，乘客死咗。就係即係喺佢後腦喺個即係你開佢天靈蓋啊，同佢搞掂啊！咁啊呢個真係第一次見識到美國呢種咁樣嘅即係無人機啊，嗰種威力。喺嗰次咧，大家先知道原來伊拉克入邊雖然美國係同佢係 friend 底啊，但係佢入邊仍然係難以控制，係伊朗嗰班人喺首都入邊搞民兵。真主黨其實就民兵嚟噶嘛，咁啊，所以由嗰次6年前嗰次啄咗你搞串聯咁啊，到現在都仲係有。咁啊，今次呢50億美金俾伊拉克總統就講嗱，清場啦，如果唔係我就清鬼咗你噶啦，因為美國可以控制伊拉克總統嘛，叫你散水就散水啊，即係而家要你交功課。咁即係話係仲進行緊伊朗嘅鄰國嘅一啲清逼，即係清除伊朗嘅勢力嘅行動。佢再結合埋啲庫爾德海灣國家嘅聯軍咧，我估計7月8月都相當之混亂啊！即係睇嚟美國係咪真係要做伊朗嘅政權更替咧？要換人咧？要佢哋打到佢哋走人？今次係抵所以我話俾你，我睇佢嗰個運嗰啲叫做咩加油機啊，加油嘅飛機去到咁盡啊，咁就係諗住係拉長，即係真係嚟打噶啦。佢佢佔領咗領空咧，下邊就方便佢打啊嘛。因為所有都係咁樣嘅。以前就算登陸諾曼第啊嗰啲咁嘅咧，一定要空中支援噶嘛。如果唔係咧，班友俾人整死晒噶。你如果空中支援咧，你睇晒嗰啲嘢咧，然後教下邊嗰啲陸軍點走。所以我睇阿 Trump 今次係搞真噶啦，真係真係去消滅佢嘅政權啊！唔係破壞，消滅啊，唔係跟第。今次真係要消滅，佢知道冇得救啊！呢班友嗱，消滅政權咧，就係對於個地區嚟講，當然係一個最好嘅目標啦。同時，特朗普何嘗唔係消滅一啲對佢生命有威脅嘅一啲恐怖力量咧？因為你今次唔懟冧呢個神棍咧，特朗普就下一個暗殺目標，隨時會出現啊！大佬佢就有1幾2年就繼續喺台上做嘢噶。你要保護其他人喎，佢殺唔到你，佢殺其他人。美國咁多官員，啲大使館啊，呢個成個區都係個個國家都有噶嘛。你今日唔做低佢，佢做低你，成日都係咁樣。你對付呢啲咁嘅人咧，等於咗中共一樣，你唔消滅佢，佢消滅你。呢個係零和遊戲啊，同呢啲邪惡政權，同呢啲獨裁嘅體制咧。你真係勢不兩立先得你同佢有對話空間咧，你就慢慢就會俾佢食，慢慢就會俾佢即係所謂一係就即係你啲官員俾佢 co-opt 咗，俾佢收編咗，即係意思即係做，即係意思即係話引誘佢哋用藍金黃引誘佢哋咁啊做好內應。一係咧你就係要將佢懟冧，然後你先至可以有安樂日子過。唉，特朗普真係全世界都睇住佢今次呢一仗咧，只可以成功不可以失敗。如果唔係咧，下一屆美國總統就可能要換翻民主黨噶啦。如果呢一次搞唔掂伊朗係嘛？歐盟而家美國所有啲有軍事經驗，即係以前啲舊軍人個個都勸佢，你就不如你要完成呢次嘅任務，唔好做到一半咧又同人傾所以今次Erica 實際今次咧。嗰個副總統因為副總統咧，佢就變咗咧，等佢去談判幾次咧，有少少佢嘅傾向咧，就係主和對靜叫做 appeasement
係啦，所以佢今次失分失得好緊要啊，失分失得好緊要嘅。佢最近咧就係佢嘅成日開始，佢傾開，佢又唔可以唔主和。啊，實際阿 Trump 咧就係兩手準備，又準備打，又準備傾。咁佢咧就有少少咧，副總統咧就傾向直情係信咗真係主和喎。咁變咗咧，我睇今日下次嗰個選舉真係老實講咧，就係乜嘢比較盧比奧盧比奧比較可能看高一線，比較係啦，比較靠得住比較靠。你真係對付呢嘢冇得和嘅，真係一路要殺到底嘅。其實你講越公道啲咧，阿萬斯咧都唔係話對呢班神棍係特別即係有咩好感，而係話因為美國優先啊，我哋應該將嗰啲力量放喺國內，就唔好花咁多時間去同人哋打殺殺。即係佢嗰種佢係咁嘅出發點，利益行先，係咁嘅出發點。成班都係㗎，德吉卡成成班都係咁嘅出發點嘅。你出一個兵都唔啱，即係你話全所有精力都要花喺國內一啲都唔得，但係呢個就唔現實啊嘛，就唔現實。你同對家開拖咧，你屋企有啲咩架生都立晒出嚟啦。你就唔可以話，我要留得嚟，我嚟防賊我嚟防其他嘅，你梗係要傾全力要對付個外敵先啦。但係即係呢個就實際而家個外敵同內敵係一幫人嚟嘅，班友通水嘅，全部喺度通，即係你救我救你。今次佢哋唔想謀殺阿 Trump 老實講，美國大把人通水俾佢哋幫手添啊。係啊，唔排除啲特朗普好多對家嘅黨派即係做咗女應呢個就好難證實嘅，即係呢種女應外合就比較難，因為你上次2020年總統大選，你都仲可以抄到民主黨派郵寄選票呢啲咁嘅偽造駕照中共搏命印有冇幾十萬張、幾百萬張一箱箱咁運入嚟即係呢個仲容易追到佢哋嗰個 linkage。但係你如果話伊朗要將特朗普 hit list number one 我好難證實民主黨會幫佢手但係民主黨入邊嗰啲反特朗普嗰啲人，或者係美國嗰啲 Trump haters 嘅一啲勢力，會唔會去做呢啲東西咧？即係難以排除但係我而家講唔到證據，因為佢哋目標共同就係要除咗阿 Trump 咁呢個阿 Trump 真係好惹火而家但係既然戰火都起咗啦咁然就只能夠即係一打到底如果你唔係咧，就2月28咧就唔應該打呢場仗。打呢場仗你又預咗最後咧，你唔改變佢就改變你噶啦，係嘛？啱嘛？呢個幾得意，呢單嘢幾得意。嗰班記者根本仇 Trump 仇到咧完全唔出奇嘅嗰班友，所以紐約時報夠膽登出嚟話嗰兩架飛機嘅問題即係空軍1號嘛新球兩架你話佢到底係為咗報道定係為咗放料俾人咧？真係唔知我就話就好難講真，仇 Trump 仇唔仇？一個紐約時報，一個 CNN 嗰啲仇到咧離晒大譜真係。好多人就話你又破壞新聞自由喂，新聞自由去到法院仲有一個 protocol 就話影響到國家安全。影響到美國總統安全，不在新聞自由之列，即係等於有恐怖分子襲擊，你可唔可以話新聞自由我哋唔應該干預，我哋唔應該報串喂，你個恐怖襲擊收到線報，你唔去報仲要睇住佢發生，咁你咪即係助長咗恐怖分子，呢個就公眾利益嚟噶嘛？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唔能夠新聞記者咧。就企埋領埋手邊就當冇件事。我要睇住佢發生我哋報道佢。呢個就係即係新聞自由到最尾要保護最大多數人嘅利益唔係保護嗰啲壞蛋咁所以我唔為新聞自由。如果你將總統座駕入邊嗰啲資訊講俾全世界知，咪即係講俾伊朗知，咪即係叫伊朗射爆嗰架機，咪你即係助長咗總統被殺。係嘛？呢個就係即係冇一個本位嘅利益思考新聞記者到最尾
你究竟係幫公眾利益，抑或幫呢啲邪惡嘅勢力先？好，今日我哋就從呢一個伊朗地獄之門打開咗啦，而家就冇得關噶啦，咁一路燒向呢一個神棍政權，一路燒向呢啲魔鬼嘅部隊革命衛隊也好，巴斯基民兵也好，47年竊據咗伊朗嘅一個國家，搞到今天就內外都一片，即係到處都係敵人。去到美國開始用翻恐怖法即係反恐怖分子呢個30年前嘅嚟趕走嗰啲潛伏喺美國嘅外國即係恐怖勢力，咁都睇到美國即係內外都兼顧一方面對付伊朗，一方面對付中共，因為中共現在應該係美國最大嘅恐怖分子嘅潛伏基地睇到。美國總統親口話，2020年中共喺度干預美國選舉，中共已經唔係美國嘅 friend 嚟嘅啦，仲有冇其他補充啊？好，睇睇會唔會係庫爾德人出兵？好，同埋睇下會唔會啲周圍波斯灣鄰國搞聯軍因為佢哋而家日日都俾伊朗係咁揼，係咁揼，係咁射即係哇！應該啦，應該出兵啦。係啊。咁我哋密切觀察，希望各位網友咧未訂閱我哋兩個台咧，記得撳個 subscribe， 撳埋 ALL 個 long， 咁都希望大家繼續俾個 like 我哋因為我哋都係真係據事實嚟同大家分析噶，就唔係隨口噏，唔係講完就走嗰啲都係幫助好多，特別香港就係俾中共官媒俾好多嗰啲 fake news 喺度影響視聽嘅朋友啦，我哋提供我哋自己所知道喺自由地區睇到嘅好多事實都幫到大家理清呢個世局嘅脈絡盡我哋所能，希望大家都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下次節目再傾，多謝歐華，唔該晒網友，拜拜。